喺迦密山上，先知以利亞同850個巴力先知對峙，氣氛一觸即發。到底邊個神仙係真神？呢個挑戰關乎整個民族嘅信仰。巴力嘅先知從朝早嗌到下晝，跳舞，甚至用刀割自己，希望佢哋嘅神可以降火。但係祭壇依然冰冷，毫無回應。以利亞只係簡單禱告，然後奇蹟發生咗，天火突然降臨，將祭物、木柴、石頭甚至圍邊嘅水都燒晒。大家睇到，都俯伏喺地大叫：耶和華係神，耶和華係神。正如聖經所講，耶和華係神，耶和華係神。列王紀上18章39節，呢個神蹟唔單止展現咗上帝嘅大能，更提醒我哋，無論遇到咩困難，只要專心仰望，愛我哋嘅天父爸爸一定會回應同引導。